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10月23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先带大家来关心一个上新的消息：第57届金钟奖戏剧类的颁奖典礼，昨昏伫咧国父纪念馆举行。上届特别的是，今年摕到金钟奖男主角的是做歌戏真出色的小生陈阿兰，这嘛是历史上头一个以女性的身份摕到这个奖的人。因那谢盈萱嘛以《四楼的天堂》这出戏摕到金钟奖的女主角。另外，探讨生死议题良性结时，是一个手摕到5个大奖，表现是真热闹。因为你们的关系，可以写出《俗女》这样子的剧本，让一个40岁的女生有机会。以小女养成记第2，也有4楼的天堂2个节目入围戏剧类节目女主角奖的谢盈萱，是以4楼的天堂摕到影后，因过伫台顶煞讲唔对，是规案上高调。剧本还是很重要的。竞争者激烈的也有戏剧节目的男主角，以家境滚游台湾入围的陈阿兰，史无前例将做第1位以女性身份摕到金钟影帝女明星。感谢文化部，感谢今年的评审，愿意肯定一位戏曲演员，这么努力的走过这一段路，这是史上第1位女演员入围金钟奖最佳戏剧男主角奖，并得奖获此殊荣。在戏剧节目奖入围11项的华灯初上，无摕到半项。上面是斯卡罗拍败《小女养成记2》第金，甲得奖等对手摕到。我相信这一次的评审团真的要很有胆识，把这个片子给斯卡罗，因为对手都太强，每一部片都太强。以学识优别特别探讨生死议题良性结时，总共摕到5个奖，尤其是摕到明年剧集奖。评审讲，这个剧是大剧真久无看到的好作品。他们是我的伙伴，没有他们不会有良辰吉时。然后最后，我希望祝福大家，日日是好日，时时是良辰。2021年大剧有真侪好作品，金钟奖戏剧类入围的名单，每一位拢真强。今年也特别新增加4大领域，包括造型设计、视觉特效、戏剧配乐等奖项，希望让更加侪人看到幕后工作人员的贡献。记者综合报道。因为落大水雨掉伫咧明池山庄6公村的79个人，今嘛总算是平安落山。公路总局昨昏开通便道，先甲物资载起伫山顶，互遐员工甲警察、落尾才甲游客全部拢送落山。另外，因为热带性低气压甲外围环流的影响，为今仔日开始，北部会阁开始上大雨，温度嘛会降到20度以下。救援团队将物资送入明池山庄，早起10点外，公路总局确认便道会当通行安全了后，27台吉姆啊，3台救援车出动前往明池山庄转接民众。除了老守的2名外澳加3名警员，79位受困民众总算会当转去。赶伫后一波淡薄季风来临进前，总算会当全部将受困人员撤离。也毋过警方后续天气预案有高度造成灾害风险，路段将封闭到年底，除非紧急需要，人车一律只出无入。连日落雨了后，大台北地区早起短接出日头，也毋过23起，随台北季风增强，加上热带性低气压相重影响，东北部地区、基隆北汉花甲大台北山区爱提防局部大雨也是大水雨发生，东部地区天气也不稳定。今天到明天的话，主要是受到热带性低气压。那明天的话，降雨主要是东北季风也会增强，所以今天到明天之间，台湾附近的水系上都比较偏多的一个状况。气象局提醒，23起东北季风增强，北部低温会来到大约19度，中南部华东低温也会伫21度左右，里面温差大，天气变化真紧，民众爱注意穿较少的。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为着请优秀的人才来台湾服务，教育部推动育3学者的计划。受聘的教授一年薪水会当加50万至500万，一期是3年至5年。不过大学这边是烦恼讲，聘期若伤短，期限一个到，人恐惊要是留袂牢。再来是自由时报，根据疾管署的统计，到9月份为止，爱滋通报的人数是比去年降低16%。不过女性通报的人数却是有增加的趋势。
今届的年会是以30岁至49岁占上济，有69%，大部分都是因为无安全的性行为去画着的。咱来看《中国时报》，2022年第8届花莲太平洋全国马拉松拜六起鼓，有6000多个选手来参加，选手沿路享受太平洋的好光景，嘛有坐轮椅的选手来挑战，大家是拢大声甲因鼓励。接续咱来关心疫情的消息。昨天增加35601个本土病例，因那死亡个案有52例，其中上少岁是一个20多岁查甫人。另外，阁经过9个月，年底选举就要到啊，确诊者敢有法度提早解除隔离出来投票呢？卫福部长许瑞元强调讲，主要是爱考虑疫情的变化，会交予指挥中心专家会议来讨论。新冠本土疫情有较降，直至增加35601个本土病例，比顶一拜六同期下降1成倍。中重症有153例，死亡有52例，其中上少年的死亡个案是20多岁男性，本身有神经系统疾病，大可无做过疫苗。新人伫上实际确诊23发病大院，不幸伫16因为呼吸衰竭败血性昏迷死亡。10月13号，个案开始发烧、咳嗽，快筛阳性，并收治住院。那10月16号过世。因为日本无认可国产高端疫苗，目前民众要去日本除了用自费做 PCR 采检，应选择补助其他 WHO 认证疫苗1到3支。为了费认为，高端公司不只爱提供 PCR 检测费用，还阁赔偿。卫福部长许瑞元表示，这是民众权利。这个是高端跟民众如果有这个求偿的法律依据的话，当然是可以啊。另外，各个9个月就是9合期选举投票，外界关心确诊者是不是应提早解决出来投票。许瑞元指出，主要是考虑疫情变化，会由指挥中心专家会议进行讨论。目前的话，其实中选会有一定的规划，那牵涉的因素是在于说疫情的转变会不会让这个需要隔离的天数有所变化而已。高端公司新冠疫苗 EUA 保护力报告小数要求10月底进行报价，若无可能取消 EUA。许瑞元表示，目前还未收到高端资料，不过也强调时间还未到。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边境是已经开放啊，不过观光业欠工的问题也未解决。针对目前旅馆业当地欠人的问题，有民代都建议讲，会当请移工先来斗卡手。不过租车业者表示，其实应该是游览车这类客运的运将是上界欠人，按算会有4000多块。目前嘛已经开出1年100万薪水的条件，要来请司机，嘛希望政府会当斗3工，辅导这客运车的司机来驶游览车。台北市观光巴士甲5星级餐厅合作推出餐车巴士，在疫情了后更较受欢迎。这帮下晡2点半发车的班次专车客满，现场也有民众来问。疫情了后，大家拢出来佚佗，也准备迎接国际观光客。不过包含观光巴士、游览车驾驶拢是大欠工的状态，业者讲真需要政府协助。目前职业大客车、客运加这个游览车应该是至少有4-5千人左右。我是希望政府能出面，引导现在的计程车驾驶给予转业，比如免费的这个教育训练。业者表示，疫情一拖900多天，不少大车驾驶早就专业，上侪人去开计程车，除非政府介入，短时间内因着找袂倒来。另外，旅行业虽然导游协会甲领导协会已经展开培训，准备找回人力，不过国门拍开初期，出入境旅行团无济，大家也拢在等看卖。业者也在准备，所以在这些培训的部也陆续在找人。当然，他们如果说有一些缺额，若找不到的部分，那当然我们这边也会去做这样的一个协调。观光局表示，因应指挥中心出入境团体旅游应注意事项，带团导游领队要完成防疫讲习训练。到10月底进前，已经16000多人报名，有资格人力已经慢慢振动起来。但是业者有欠人，观光局也协助。记者综合报道。中选会公告确诊者袂当出门投票，引起危险的议论。不当朝台北市长参选人黄珊珊表示，中选会上晚讨论，呼吁中央都要赶紧做决定。若无可能会有民众为着要去投票，确诊啊煞超工不去通报。
也那民进党参选人陈时中表示，疫情的变数是真多，相信中选会会兼顾民众的权益。另外，针对住高端疫苗的民众，敢会当免费验 PCR？国民党参选人蒋万安批评指挥中心唔知影代志的轻重，嘛讲陈时中伫闪骗问题，要安怎得到百姓信任呢？促销托育中心论坛，黄珊珊讲到疫情期间，台北市政府增加补助托育机构。伊讲会做托育机构的靠山，争取少年爸爸妈妈的选票，针对确诊者无法度出门投票，引起危险疑虑。黄珊珊批评中选会今麦才讨论伤晚，民众为了投票，恐惊增加确诊恶数。他想要投票，他就不通报了，会制造更多的黑数。政府应该鼓励人民守法，不是鼓励人民不守法。所以你到底要怎么做？现在就要开始做，就是做好决定。那到时候做配套做法，要下通到全国几万个投开票所。疫情一直在变，到底最后到选举的时候会怎么样？其实还有很多的变数。不过讲中选会有中选会选举的专家，他会兼顾到人民的权益。陈时中表示，这是伫防疫甲人民的权利中和甲选择，疫情变数真多。那我今选举会拿平龙，蒋万安表示，投票是宪法符合人民的权利，行政院应该适时修正。另外，有立委提出，驻高端疫苗民众应该得到免费 PCR 体检，但是中低调回应及指挥中心积极处理。蒋万安不安批评做法是颠倒病，因为民众相信政府去施打高端，结果事实证明他们现在还要去补打国际疫苗，这其实不是补打，这个是重打，所以我想这个部分相关的费用增加，当然不应该由民众来自己负担。但是政府也不应该草草了事。陈时中低调回应高端疫苗议题，黄珊珊认为这是陈时中迄当时的政策，应该对外有所回应。蒋万安也批评各界质疑疫苗决策，陈时中选择回避，安怎会当得到人民的信任？北市选前为着疫苗继续发烧。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咱来看台中的消息。民进党台中市长参选候选人蔡其昌昨晚成立竞选总部，总统蔡英文甲副总统赖清德拢去到小厅，这嘛是因第8届替蔡其昌徛台。因若前高雄市长韩国瑜嘛有去台中替市议员助选，不过干那讲几句话尔，就去走后一个行程，甲罗秀燕是相闪生气。蔡其昌当选，蔡其昌当选。总统蔡英文来到台中，替民进党台中市长候选人蔡其昌加油。副总统赖清德也共大小厅，这也是正副总统第8摆替蔡其昌有关声势。蔡总统也严厉批评台中市长罗秀燕施政不力。市政不能再延宕下去了。现在的市长如果不愿意负责任，也不愿意做，那就让有行动力、有责任感的蔡其昌来做，大家说好不好？为三手线空污甲结婚议题，蔡总统全力助攻，也强调蔡其昌有执行力，强调要并转台中。那国民党是前高雄市长韩国瑜来到台中替市议员朱銮英徛台，也不过公告前一天，连夜批评蓝营候选人甲落跑市长合体，韩国瑜也反击。我看到3个立法委员昨天开记者招待会，噼里啪啦讲了一大堆我都听不懂的事情，又把卢市长也讲了一堆，又把我给讲一顿。我们不要这样子的政治。韩国瑜简单致辞了后，就赶场，甲寻求连任的台中市长罗秀燕无共台，也无小堵面。罗秀燕伫韩国瑜离开大约半点钟了后才到。罗秀燕表示行程满满，才无法度共台。因为时间的关系，不好意思，不要跑太多地方了，不好意思。如果卢市长他有总统梦，那他就去做他的总统梦。罗秀燕一连赶8个宣布行程，不过蔡其昌表示，目前韩国瑜并无政治位置，对助选无特别评论。不过罗秀燕最近积极到外县市辅选，心已经无伫台中，有总统梦，纳入互相攻防，台中选情继续加温。记者综合报道。中共20大选举通过修正案决议，甲坚决反对甲压制台独写入去党章内底。咱国陆委会回应讲，中国变这款反台独要统一的出头，咱是拢已经看出啦。因那民进党立委赵天麟批评中共的党章头到尾的讲法是搭袂密。因那国民党立委温玉霞认为讲，总统蔡英文甲台海局势即嘛是愈舞愈害。有学者分析，
中国展现反台独的决心，是要警告美国莫介入使用台独。中共20大期之结束，上述关心就是通过党章修正案决议第10大部分党章，设置坚决反对加组织台独，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陆委会回应，中共党章修正反倒出统的一贯宣示，伫咱的无料之中，持续站稳4个坚持，强化4大韧性，捍卫国家主权和自由民主，不退缩、不动摇。陆委会呼吁中共新一届执政当局放弃侵犯对抗的旧思想，用和平对等方式不求化解无共款意见。民进党就天然批评中共党中前后矛盾。一方面把极具挑衅的一国两制写进党章当中，在同一弹当中却提到说要发展和平、民主跟自由，这完全是相当讽刺的事情。最好是要两方坐下来对谈。这个才是重点。按对兵戎相见就不是我们想要的，也不是他们想要的，但是我们还是要预防嘛。我们还是要认真的去思考，我们要怎么走嘛。关于下指出两岸欠政治沟通管道有心态海情势，因为蔡总统将两岸局面带到危机阶段，学者分析中共充分展现反台独决心，也警告外部势力认为是被封盖节奏中台独风气。眼前的当务之急啊，就是避免外力介入。大陆方面一直认为，在美国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如果他继续还有台独党纲的话，那就是跟中国共产党他把台独列进去，这民共之间呢是根本就不可能会有任何的交往这种情形。中共发动伟大军演，搁受戒党中加上美国军方甲高层真接班事件，中共指控2次可能犯台，无排除时间搁提前，互两岸局势紧张。刘春山认为，中共明年未犯台，对中共来讲，台湾将法律带动入宪是不可侵犯底线，这系不属一战。记者综合报道。接着，咱来看国际消息。调查美国国会暴动案的特别委员会日发传票，予美国前总统 Trump 要求伊爱伫咧11月初4进前，交出去年1月初6国会暴动迄当阵相关的通联记录，还有录影档等等的证据。怪 Trump 伫咧其中选举了后去国会作证。外国媒体就要讲，伊应该未配合，而且会拖到明年初国会任期结束，等委员会解散。美国白宫国会头前，将这民众拿着美国的国旗撞入去国会，引发暴动。这是去年1月初6发生伫美国国会暴动案。即马美国众议院调查这件案件的调查委员会，立即向美国前总统川普发传票，要求伫11月初4进前交出迄当阵所有通讯甲录影的资料。All of us here today do not want to see our election victory stolen by emboldened radical left Democrats, which is what they're doing, and stolen by the fake news media. 传票也要求川普伫咧11月初8其中选举了后，差不多11月14到国会作证。委员会伫咧批内面甲川普讲，就亲像阮听证会所显示的，包括自几60位你伫前任的时阵所任命的人员甲员工，阮已经收集到有够的证据。伫你亲自测绘并且监督之下，打算要推翻2020年总统选举的结果。加阻碍政权和平转移。调查委员会伫咧过去几多遍传唤川普的亲信，也是前白宫顾问巴农，验过巴农不爱配合，和美国联邦法院伫咧7月判巴农藐视国会，判决伫咧2月公布，巴农被判监禁4个月，甲$6500，代票20万的罚款。The judge today was my judgment day by the judge, and he stated for the appeal. And we'll have a very vigorous appeals process. I've got a great legal team, and there'll be multiple areas of appeal. 川普另外一位亲信纳瓦罗也因为不爱配合团票，同款被指控是藐视国会，后个月也会出庭接受审理。外界一个外国媒体拢认为，76岁川普真有可能不爱配合团票，一家代志一直拖到明年初国会任期结束，等特别委员会解散。公司新闻陈思东编辑。罗西亚过去10几天，为着要反制乌克兰的反攻，就拼死射飞弹甲无人机轰炸基础设施，引起国际批评。因认为讲罗西亚显然是违反国际法。也拿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佮批评罗西亚挑工不互载美国的船出去。目前至少有150只船要等要载货。巴士一台一台驶到克里米亚火车站，车顶的民众赶行李落车，因拢是自乌克兰的哈尔松和国军撤离的民众。
为着要阻止乌克兰兵力的反攻，俄罗斯伫咧过去10天加强以飞弹甲无人机轰炸基础设施，针对俄军加剧攻击。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指控俄罗斯想要拖延联合国协议的粮食船出口，也有150隻船伫咧等。На сьогодні більш ніж 150 суден знаходяться у черзі, щоб виконати контрактні зобов'язання по постачанню нашої агропродукції. Це штучна черга. Вона виникла лише через те, що Росія свідомо затримує проходження кораблів. 外国媒体报道，这项粮食出口协议自7月由联合国加土耳其协调成功以来，已经自乌克兰出口要加1100吨的谷物甲其他粮食。泽伦斯基批评俄罗斯安尼做，会让乌克兰的粮食有300万吨无法度出口，会影响1000万人的生活。俄羅斯攻擊烏克蘭基礎設施行為，引起安理會各成員國家譴責，認為俄羅斯違反國際法。A new wave of bombardment has deliberately targeted critical national infrastructure, leaving some 30% of Ukraine's power stations damaged or destroyed. These are attacks on Ukrainian civilians' way of life, and they are a clear breach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除了批评俄羅斯違反國際人道主義法，針對烏克蘭指控俄羅斯使用伊朗的無人機進行攻擊，未應執法的駐聯合國代表也要求聯合國對此進行調查，認為俄羅斯甲伊朗攏違反聯合國安理會第2231號決議中有關伊朗武器禁運的條約。不過，這項要求和俄羅斯的代表反駁，認為這個指控攏無根據，故再和聯合國秘書處進行虛偽的調查。公司新聞陳思東編輯。垃圾袋會當摕來記物件，嘛會當有教育性。有2個對台文真有興趣的少年家，因設計一本全台文的垃圾袋，希望大家逐工佇咧掀垃圾袋的時陣，攏會當看台文、講台語。為着希望大家逐工攏會用最少接觸到咱的台語文安尼啊。看起來這本家的風格內容嘛，攏用台文字做一本台文垃圾的單小劇甲單媒體，因為做過出版，嘛想要讓更較濟人認捌台文，就想到會當用垃圾walk進大家生活。伊可能是咱全台灣第一本以台文為主題的垃圾，有包括就是俗眼言，嘛有歌曲，嘛有道具，就是讓大家會用欣賞台語的豐富多元甲形式安尼。當人開當歌的時間，參考教育部台語書典甲台文老師的指導，甲拜一到禮拜，閣有特別的日子分做8大主題。像拜一就用加油畫做破頭，拜二小解淡散搭配圖片，互看的人通知影台語的正確念法，嘛互看垃圾正做一種趣味。好茶粉就是講海苔粉的意思。啊，迄當陣我咧畫圖的時陣，就注意到這點。啊，這點就是我有特別畫出來。就是伊是粉的形狀，伊毋是一片一片的。除了寫出物件，嘛會解說意思。因表示，雖然垃圾呈現是逐工過的日子，但是希望透過淡薄改變，互看的人對每一工攏有期待，嘛互掀垃圾的時，通感覺有學到物件。記者點李學凱台北採訪報道。天氣報你知，因為持續受到強破效應影響。日時啊，遮方便，尤其是東北部、北海岸，也閣有北部的山區，雨會較大。因若山區土木含水量已經強要進步的所在，也是愛真注意。另外，溫度方面，因為冷空氣落南，各地氣溫差不多是20度迄卡兜。為明仔載開始到拜四會變較好天，各地大部分攏是晴雲較好天的天氣。咱做伙來看今仔日各地頭的溫度。北部地區上低22度，上懸25度；中部地區上低23度，上懸29度；中部地區上低23度，上懸32度；東部地區上低23度，上懸28度。咱來看外島地區，上低20度，上懸27度。也閣有未來3天的天氣。
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明仔同这个时间，咱再会。